各位朋友，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個關於運勢大反轉嘅重要話題。時間過得真係快，轉眼間已經踏入龍數7月，再過幾日就係立秋節氣，其立一切呢個日子唔單止係季節轉換嘅標誌，更加係天地氣場大洗牌嘅關鍵時刻。每年一到立秋，成個自然界嘅陰陽之氣就會開始逆轉，由夏天嘅陽氣極盛，慢慢轉向秋天嘅陰氣滋生。呢種轉變對於我哋每一個人嘅命運天職嚟講，都係一個至關重要嘅分水嶺。我成日都跟隨我嘅學生講，立秋前後呢段時間係全年最適合調整運勢、扭轉乾坤嘅黃金時期，因為呢個時候舊嘅氣場仲未完全消退，新嘅能量已經開始湧入，就好似河水轉彎嗰一刻嘅冉踵暗流。只要你捉得住呢個契機，往後嘅10年運程都可以從此改寫。今日我要同大家揭露嘅，正係立秋過後將會迎來10年大運嘅3個生肖。呢3個生肖嘅朋友，你哋嘅人生即將迎來一次轟轟烈烈嘅大反轉，尤其係橫財運勢，就真係擋都擋唔住，想唔發達都難。不過講之前，我要大家講清楚一個好緊要嘅概念，咩嘢叫做10年大運？有啲朋友可能會誤解，以為10年大運就係日日行好運，時時有橫財，絕對唔係咁樣理解嘅。真正嘅10年大運係指你喺未來呢10年入面，整體嘅運勢走向會進入一個上升嘅軌道，就算中間偶爾遇到少少波折或者阻滯，最終嘅結果都會係好嘅。呢段期間，你嘅貴人運會特別旺盛，意義上會有更多嘅機遇出現。財運方面更加係有源源不絕嘅驚喜，但最重要嘅係你嘅心態會發生根本性嘅改變，你會變得比以前更加自信，更加果斷，做起事嚟更加得心應手。呢種由內而外嘅轉變，先至係10年大運最珍貴嘅地方。講到呢度，相信大家都好心急，想知道究竟邊3個生肖咁好彩，可以喺立秋之後搶，先接收到呢股強大嘅好運氣場。我會一個一個同大家詳細拆解，但係亦都逐頭成。我要先提醒各位，就算你嘅生肖唔喺今日嘅名單入面，都唔使灰心，更加唔好覺得自己冇運行。因為運勢嘅嘢從來都係3分天注定，7分靠打笨。而且我等陣會教大家幾個簡單又實用嘅開運方法，只要跟住做，一樣可以催旺自己嘅運勢，讓原本平平無奇嘅運程推向一個新嘅高峰。好廢話少講，我哋即刻入正題。第一個要講嘅生肖就係生肖屬馬嘅朋友。屬馬嘅人天生就係一副熱血心腸，做人做事光明磊落，最憎就係嗰啲陰陰濕濕搞小動作嘅人。你哋嘅性格就好似一匹奔騰嘅馴馬，永遠充滿活力同激情，從來都唔怕辛苦，亦都唔會輕易向困難低頭。但過後呢幾年，老實講，屬馬嘅朋友真係過得幾辛苦，因為喺過後嘅流年運程入面，屬馬嘅人受到多方面嘅星耀制，若事業上面臨好多突如其來嘅變數，明明自己已經好努力，付出咗比別人多幾倍嘅心血，但結果往往都未如理想，甚至有時會俾人橫刀奪愛，眼白白睇住自己嘅功勞俾人搶走。財運方面亦都係好極，有限正財收入雖然勉強叫做穩定，但總係左一筆右一筆嘅額外開支，搞到成日都好似唔見使咁。感情方面，單身嘅屬馬朋友一直遇唔到啱嘅對象，而有伴侶嘅朋友就經常因為一啲雞毛蒜皮嘅小事同另一半發生爭執，搞得大家嘅關係都幾緊張。但係呢一切嘅不如意將會喺立秋之後徹底成為過號，因為屬馬嘅朋友喺今年嘅立秋時節將會得到一顆
超級有力嘅吉星入命，呢顆星叫做天馬星。天馬星嘅出現代表住你哋將會確一股強大嘅推動動力，無論係事業發展、財運累積定係個人成長，誰知道等你都會好似坐咗火箭咁快速上升，尤其係事業方面，屬馬嘅人會突然之間得到一個非常難得嘅機會，可能係一間大公司向你抱出橄欖枝，亦都可能係你一直以嚟默默耕耘嘅項目終於得到高層嘅賞識，甚至有機會自己仲要做老闆。呢個機會嘅出現將會徹底改變你往後10年嘅人生軌跡。只要你捉得住未來10年你嘅事業成就，將會遠遠超過你嘅想象。至於橫財運方面，亦覺得屬馬嘅朋友更加係不得了。立秋之後，你哋嘅偏財運勢會異常旺盛。呢種旺盛並唔係話你哋會突然之間中咗6合彩頭獎，而係代表你喺投資理方面覺會變得特別敏捷，總係能夠喺最適當嘅時機買入或賣出，從中賺取可觀嘅利潤。另外，屬馬嘅朋友亦都有機會通過一些意想不到嘅渠道曲突額外嘅收入，例如舊朋友突然還返一筆你已經忘記咗嘅舊債，或者係長輩留低咗一啲你完全唔知道嘅財產俾你。總之，未來10年你哋嘅財運就好似開咗水喉咁，源源不絕，想唔發達都難。不過我要提醒屬馬嘅朋友，雖然已經降臨，但你哋都要注意控制自己嘅脾氣。屬馬嘅人最大嘅缺點就係性子急，有時太過衝動，做決定之前唔夠深思熟慮未來。呢10年你哋會遇到好多難得嘅機會，但機會越多就越要冷靜分析，千祈唔好因為一時嘅衝動而做錯決定。要備好前程斷送。記住，真正嘅成功人士唔單止要有敏捷嘅觸覺，更加要有沉穩嘅心態。只要你哋能夠做到呢點，未來10年嘅成就絕對係無可限量。第二個要講嘅生肖就係生肖屬狗嘅朋友。屬狗嘅人可以話係12生肖入面最忠誠、最可靠嘅一個。你哋為人正直，講義氣，對朋友對家人永遠都係全心全意嘅付出，從來唔會計較得失。呢種性格雖然令到你哋贏得身邊所有人嘅尊重同喜愛，但同時亦都令到你哋喺過好嘅日子入面承受咗好多不必要嘅委屈同壓力。尤其係喺職場上面，屬狗嘅人因為太過老實，成日都係做最多嘅嘢，但功勞就永遠都落唔到自己身上。反而係嗰啲識得擦鞋奉承嘅人，輕輕鬆鬆就上位。過好呢幾年，屬狗嘅朋友可以話好多盡人間冷暖，明明自己已經盡咗全力，但結果總係唔如意，甚至有時會俾自己最信任嘅人出賣。嗰種心痛嘅感覺真係唔係外人能夠明白。但所謂守得雲開見月明，屬狗嘅朋友，你哋嘅苦日子終於捱到頭啦！立秋之後，你哋將會迎嚟一顆對你哋極之有利嘅吉星，叫做紫微星。紫微星係所有星曜入面最尊貴、最有權威嘅一，我代表住權力、地位同榮譽。呢顆星嘅出現，象徵住屬狗嘅人將會喺未來10年入面，喺社會上確得一個舉足輕重嘅地位。你哋過去所做嘅一切努力，所付出嘅所有心血，都會喺呢段期間得到應有嘅回報。事業方面，屬狗嘅人會開始得到高層嘅重視，有機會參與公司最核心嘅決策，甚至有可能被委派去負責一個非常重要嘅項目。呢個時候，你哋嘅才華同能力將會得到全面嘅發揮，所有曾經睇唔起你嘅人都會對你刮目相看。做吉財運方面，屬狗嘅朋友更加係財源廣進，無論係正財定係偏財，都會有顯著嘅增值。正財方面，因為事業發展順利，你哋嘅職位同收入
都會隨之水漲船高，加薪加升，可以話係指日可待。偏財方面，屬狗嘅人喺投資方面會有非常獨到嘅眼光，尤其係喺房地產或者長線投資呢類項目上面，你哋總係能夠捉住最好嘅時機入市，賺取豐厚嘅利潤。另外，屬狗嘅人未來10年亦都有機會通過遺產、繼承或者親友嘅路就獲得一筆可觀嘅財富。總括嚟講，未來10年可以話係屬狗嘅人人生入面最輝煌、最燦爛嘅10年。不過，屬狗嘅朋友都要留意一個問題，就係你哋有時太過重情義，對人對事都太過心軟。呢種性格雖然係你哋嘅優點，但有時亦都會變成你哋嘅致命傷。未來呢10年，當你哋嘅事業同財運都開始起飛嘅時候，身邊自然會出現好多想靠近你、想利用你嘅人。你一定要帶眼識人，學識分辨邊啲人係真心對你好，邊啲人只係貪圖你嘅權勢同財富。記住，對敵人仁慈就係對自己殘忍。適當嘅時候，你要學識講不，要懂得保護自己嘅利益。咁樣你先至能夠將未來10年嘅好運牢牢捉住，唔會浪費咗呢個千載難逢嘅機會。第三個要講嘅生肖就係生肖屬豬嘅朋友。屬豬嘅人天生就係一副福相，性格隨和，為人大方，從來都唔會同人斤斤計較。你哋嘅人生哲學就係開心就好，唔會強求太多，亦都唔會俾太大嘅壓力自己。呢種知足常樂嘅心態，到屬豬嘅人緣分特別好，身邊總係圍繞住一大堆好朋友，無論去到邊度都係受歡迎嘅人物。但過好呢幾年，等你屬豬嘅朋友嘅運勢可以話係比較反覆，尤其係喺財運方面，明明自己已經好謹慎，但總係會因為一啲突如其來嘅意外而破財。例如屋企突然有電器壞咗要維修，或者係自己身體唔舒服要睇醫生，總之就係左一筆右一筆嘅額外開支，搞到積蓄一直累積唔到事業方面。屬豬嘅人雖然唔算有大風大浪，但亦都係平平無奇，冇乜特別嘅突破，感覺就好似喺原地踏步咁。但係呢種局面將會喺立秋之後徹底扭轉，因為屬豬嘅朋友將會得到一顆非常強勁嘅財星入命。呢顆星叫做武曲星，武曲星係一顆正財星，同時亦都係一顆偏財星，代表住財富嘅累積同增值。呢顆星嘅出現，象徵住屬豬嘅人將會喺未來10年入面，財運進入一個前所未有嘅高峰期。事業方面，屬豬嘅人會突然之間得到一個非常好嘅發展機會，可能係公司打算開拓新嘅市場，需要一個有經驗嘅人去負責其中，而你正好就係嗰個被選中嘅人。呢個機會唔單止可以令到你嘅事業更上一層樓，更加可以令到你嘅收入有倍數級嘅增值。橫財方面，屬豬嘅朋友更加係好運到難以置信。未來10年，你哋將會有好多次獲得意外之財嘅機會。呢啲機會可能來自於股票投資、基金買賣、有知道數糊篤，又或者係買彩票中獎，甚至可能你過號嘅某個善舉而得到對方嘅豐厚回報。總之，未來10年你哋嘅財運就好似洪水泛濫咁，一發不可收拾，想擋都擋唔住。但係我要提醒屬豬嘅朋友，雖然你哋嘅財運非常旺盛，但你哋都要記住一個道理，就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千祈唔好因為一時嘅痛念而走去參與一啲高風險嘅投機活動，更加唔好將所有嘅雞蛋放喺同一個籃入面。分散投資、穩健理財，先至係你哋未來10年累積財富嘅最好方法。另外，屬豬嘅朋友都要留意自己嘅健康問題，因為你哋嘅性格比較隨性，有時會太過放縱自己，
尤其係飲食方面，見到中意食嘅嘢就會忍唔住口，搞到體重不斷上升，隨之而來嘅就係各種各樣嘅健康問題，例如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等等。未來呢，10年雖然你哋嘅財運自然都非常遠離，但如果冇一個健康嘅身體，就算有再多嘅錢都享受唔到。所以我強烈建議屬豬嘅朋友，由今日開始就要養成良好嘅飲食習慣同運動習慣，每日抽少少時間出嚟做下運動，行下公園，游下水，咁樣誰知道等你先至能夠以最佳嘅狀態去迎接未來10年嘅大好運勢。講完呢3個生肖嘅詳細運程之後，我相信喺座嘅各位朋友年度等你無論你哋係屬於邊一個生肖，都會好關心一個問題，就係如果自己唔係呢3個生肖嘅話，係咪就代表未來10年嘅運勢會好差？答案當然係絕對唔會運勢嘅嘢，從來都唔係單單由生肖一個因素決定嘅。我成日都同人講，一個人嘅命運由3個部分組成，第一個部分係先天嘅命格，即係你出世嗰一刻所擁有嘅條件。第二個部分係後天嘅努力，即係你每日嘅行為同選擇。第三個部分係環境嘅影響，即係你身邊嘅人同事對你所產生嘅影響。生肖只係先天命格嘅其中一個小小指標，絕對唔能夠代表晒全部。嚟得及，誰知道？等你換句話講，就算你嘅生肖唔係所講嘅馬狗豬，呢3個只要你願意付出努力，懂得捉住機會，同樣可以喺未來10年創出一番成就。而且我仲有幾個非常實用嘅開運方法要傳授俾大家，只要跟住做，無論你係咩嘢生肖，都可以有效嘅催旺自己嘅運勢，令到好運更加快啲降臨到你嘅身上。第一個開運方法就係要懂得借運。咩嘢叫做借運呢？就係借助身邊好運氣嘅人嘅能量，提升自己嘅運勢。簡單嚟講，就係你要多啲親近嗰啲運手運氣旺嘅人，同佢哋傾偈食飯交流，你會發覺自己嘅運氣都會不知不覺之間變好。因為運氣呢樣嘢其實係一種能量，佢係會傳染嘅。當你成日同好運嘅人喺一齊，你嘅磁場就會受到佢哋嘅影響，逐漸變得同佢哋一樣積極，一樣正面相反。如果你成日同嗰啲運勢差、成日怨天尤人嘅人喺一齊，你嘅運氣都會被佢哋拖垮。所以由今日開始，你要好好留意身邊嘅人，多啲親近運氣好嘅朋友，遠離嗰啲充滿負能量嘅人。第二個開運方法就係要整理好自己嘅居住環境。我成日都同學生講，你住嘅地方就係你運氣嘅鏡子。如果你嘅屋企雜亂無章、污糟邋遢，咁你嘅運勢一定唔會好得去邊。因為雜亂嘅環境會阻礙氣場嘅流動，令到好運冇辦法進入你嘅生活。尤其係大門嘅位置，更加係成間屋嘅立氣口，一定要保持乾淨整潔，唔可以堆放雜物。另外，廚房同廁所都係好重要嘅地方。廚房代表你嘅財富，廁所代表你嘅健康。呢2個地方一定要經常清潔，保持乾爽。如果你可以將屋企整理得井井有條，你會發覺自己嘅運氣會不知不覺之間改善好多。第3個開運方法就係要養成感恩嘅心態。呢個方法聽落好似好簡單，但實際上係最有效、最強大嘅一個方法。因為感恩嘅心態能夠將你嘅頻率調整到一個非常高嘅狀態，令到你嘅共融易，吸引到好嘅人同時進入你嘅生活。每日瞓覺之前，你可以這時喺心裏面數算一下今日發生嘅值得感恩嘅事情，就算只係好微小嘅事情，例如今日食咗一餐好美味嘅飯，或者今日見到一個好靚嘅夕陽，都可以感恩。當你持續咁做一段時間之後，
你會發現自己嘅心態會變得更加積極、更加樂觀，而你嘅運勢亦都會隨之而變好。呢個就係吸引力法則嘅奧秘。你嘅心念係點樣，你嘅世界就係點樣。第四個開運方法就係要懂得布施。呢度講嘅布施唔一定係指金錢上嘅捐獻，亦都可以係你嘅時間、你嘅關懷、你嘅知識。例如你可以去做義工，幫助一啲有需要嘅人，又或者你可以將你嘅專業知識免費傳授俾身邊嘅朋友，甚至只係簡單嘅一個微笑、一句鼓勵嘅說話，都可以係一種布施。當你願意付出嘅時候，宇宙自然會以某種形式回報翻俾你。呢個就係因果法則，你種落去嘅善因越多，將嚟收割嘅善果就會越豐盛。好，講完開運方法之後，我要同大家講一個更加深入嘅話題，就係點解立秋呢個節氣對於運勢轉變咁重要。喺傳統嘅術數智慧入面，一年有24個節氣，每一個節氣嘅轉換都代表住天地氣場嘅一次重新洗牌。而立秋呢個節氣更加係全年最重要嘅幾個節氣之一。立秋代表住秋天嘅開始，而秋天嘅五行屬性係金，金嘅特性就係肅殺、收成同埋改革。換句話講，立秋之後，自然界嘅能量會由擴張轉為收縮，由發散轉為凝聚。呢種能量嘅轉變對於我哋嘅命運會產生非常深遠嘅影響。秋天嘅金氣對應嘅係我哋人生入面嘅財富同權力，所以立秋之後，如果你能夠順應呢股金氣嘅特性，去跳醒自己嘅雄維同策略，你就會發現做起事嚟更加得心應手，賺錢嘅機會亦都會比以前多好多。相反，如果你違背咗呢股金氣嘅特性，繼續用夏天話講橫衝直撞，不顧一切嘅方式去做事，你就會處處碰壁，事倍功半。所以識得順應天時，可以話係成功嘅關鍵之一。咁具體嚟講，我哋應該點樣順應立秋之後嘅金氣呢？首先，你要開始調整自己嘅作息時間。夏天嘅時候，日長夜短，我哋可以晏啲瞓，早啲起。但係立秋之後，日頭開始變短，夜晚開始變長，我哋嘅作息都要隨之而調整，應該早啲瞓，早啲起，順應自然界陽氣收省嘅規律。其次，你要開始調整自己嘅飲食習慣。夏天嘅時候，我哋中意食一啲清涼解暑嘅食物，但係立秋之後就要開始食一啲滋陰潤肺嘅食物，例如雪梨、百合、銀耳等等，幫助身體適應秋天乾燥嘅氣候。仲有一樣好重要嘅嘢，就係立秋之後，你要開始為自己嘅未來制定一個清晰嘅計劃，因為秋天嘅金氣代表住收割同埋成果。如果你喺春天同夏天嘅時候已經付出咗努力，佔立秋之後就係你收割成果嘅時候。但如果你之前冇努力過，咁立秋之後你就要開始為明年嘅春天做準備。總之，立秋之後嘅每一個決定，每一個行動都會對你未來嚟，甚至未來10年嘅運勢產生深遠嘅影響，絕對唔可以掉以輕心。講到呢度，我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我自己嘅親身經歷。好多年之前，我曾經遇到過一個客人，佢嘅生肖並唔屬於今日所講嘅呢3個幸運生肖，而且佢當時嘅處境可以話係非常之糟糕，事業失敗，事業失，從家庭關係亦都搞得一塌糊塗。佢嚟揾我嘅時候，成個人都好似冇晒靈魂咁，對未來完全失去咗信心。但我睇完佢嘅八字同掌相之後，發現佢其實有一個非常好嘅命格，只不過係因為過好幾年行緊衰運，先至搞到咁樣。於是我就教咗佢幾個開運嘅方法，叫佢一定要堅持去做。結果點樣呢？呢位客人真係好有毅力，
佢完全跟足我嘅指示去做，每日都保持感恩嘅心態，整理好自己嘅居住環境，遠離嗰啲負能量嘅人，積極去幫助身邊有需要嘅人。大約過咗半年左右，到多等你佢嘅運勢開始出現明顯嘅轉變，先係揾到一份好工，然後慢慢還清晒所有嘅債務，再之後仲遇到一個好好嘅伴侶，建立咗一個幸福嘅家庭。誰知道等你到今日，佢已經係一間公司嘅老闆，生活過得非常美滿。呢個故事話俾我哋知，運勢嘅嘢絕對唔係一成不變嘅，只要你肯努力肯改變，就算你嘅起點都一樣可以創造出屬於自己嘅 K 王。所以各位朋友，無論你嘅生肖係咩嘢，無論你過後嘅日子過得順唔順遂，我都希望你哋可以記住一個道理，就係命運永遠掌握喺自己嘅手中。立秋之後，天地氣場會發生巨大嘅變化，呢個正係你改變命運嘅最佳時機。如果你又係屬馬、屬狗、屬豬嘅朋友，咁我要恭喜你，因為你哋將會率先接收到呢股強大嘅好運能量，好多嚟得及等你，但你哋都要記住，好運降臨嘅時候，你都要有足夠嘅準備去迎接佢。如果唔係，就算機會擺喺你面前，你都捉唔住。如果你唔係呢，3個生肖都絕對唔使灰心，因為我啱啱所教嘅開運方法，只要你肯認真去做，一樣可以催旺你嘅運勢，令到你未來10年嘅生活過得更加美好。記住，人生就好似一場馬拉松，唔係睇你起步嘅時候跑得幾快，而係睇你最終能夠跑到幾遠。只要你堅持不懈，永不放棄，你一定可以到達終點，確篤屬於你嘅勝利。最後，我想用一句我成日同學生講嘅說話嚟總結今日嘅內容：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意思就係話，天地嘅運行係永恆不變嘅。作為一個人，我哋要學識自強不息，不斷努力，不斷進步。無論你嘅命運係點樣，只要你願意付出努力，願意改變，你嘅未來一定會更加美好。立秋將至，我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可以順應天時，調整自己，以最佳嘅狀態去迎接未來10年嘅挑戰同機遇。願你哋每一個人都能夠喺未來嘅日子入面橫財就手，萬事如意，生活幸福美滿。多謝各位。